今次會為大家介紹 Pivot Table 嘅基本用法。Pivot Table 係 Excel 入邊一個好強大嘅工具，可以有效咁幫我哋迅速整理同埋統計大量數據，方便我哋去做資料分析。首先，我哋可以喺 Insert 選單下面揾到 Pivot Table 呢個功能。第一步，我哋需要選取所有 data。我哋除咗可以用滑鼠去選擇所有數據，亦可以喺 Windows PC 上面用 Control 加 A， 或者喺 Mac 上面用 Command 加 A， 自動選擇所有 data。同樣，我哋亦都可以首先選擇 A1 嘅方格，然後 hold 住 Control 同埋 Shift， 再分別按右箭嘴同下箭嘴，就可以選取所有我哋要嘅資料啦。用緊 Mac 機嘅各位，頭先嘅 Control 鍵需要轉為按 Command 鍵。喺 Pivot Table 嘅隔離，亦都有 Recommended Pivot Tables。呢一個功能會提供一啲 Excel 認為適合你嘅數據嘅 Pivot Tables 俾你。但係為咗學習選擇適合嘅 Pivot Table，我哋今次會手動設定。而家我哋選擇 Pivot Table。入去之後 ，range 嘅位置就已經填上咗我哋剛才選擇嘅範圍，大家不妨檢查究竟啱唔啱。下面就會問你想將 Pivot Table 放喺一張新嘅 worksheet， 定係放喺現有 worksheet 嘅特定位置。而今次我哋就選擇用新嘅 worksheet。按 OK 之後，我哋嘅 Pivot Table 就會喺一張新嘅 worksheet 嗰度。我哋首先睇下右手邊呢一度會顯示唔同嘅項目，而呢啲項目其實就係我哋數據入邊對應每個打直嘅 column 嘅分類，例如有 name、gender、age 等等。而 field 嘅下面有4個格仔，分別係 filters、columns、rows 同埋 values。我哋用一個例子去講解佢哋嘅功能。假設我哋而家想知道每個學院同學仔嘅平均 CGPA， 我哋可以將 Faculty School 拉落去 rows 嗰度。咁 Excel 就會將 Faculty School 打橫用 rows 排列，然後我哋將 CGPA 拉去 values 嗰一格， Excel 就會自動提供 CGPA 嘅統計分析數據。如熒幕所示，預設係會顯示數值嘅總和。如果想選擇其他統計分析數據，我哋只需要 click 旁邊嘅箭嘴，選擇 Value Field Settings， 嗰度會有更多唔同嘅選項。今次我哋選擇 Average， 咁個 table 就會顯示唔同 Faculty School 同學嘅平均 CGPA， 例如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嘅同學，平均 CGPA 就係 3.10。如果我哋想知道男同學同女同學平均 CGPA 嘅分別，我哋可以將 gender 移到 column 嗰個位，咁個 Pivot Table 就會多咗男女兩個 columns。例如我哋可以見到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嘅女同學平均 CGPA 係 3.08， 而男同學就係 2.86， 而總平均就係 2.98。除此之外，呢一度仲有 filters 嘅功能。我哋嘅數據其實有來自唔同地區嘅同學。假設我哋淨係想要香港同學嘅數據，呢個時候就需要用到 filters 嘅功能。我哋可以將 region 拉落去 filters 嗰度，table 嘅第一行就會顯示相應嘅 filter。我哋 click 呢個箭嘴，選擇 Hong Kong。個 table 就會自動更新，淨係計算香港同學嘅數據。如果想選擇多於一項，可以返到 filter 嗰度剔選 select multiple items， 就可以選擇多過一項嘅數據。喺 row labels 同埋 column labels 嘅兩個箭嘴都可以過濾唔同嘅 data 㗎。除此之外，我哋亦都可以將數據進行排列。假設我哋想知邊一個學院嘅同學平均 CGPA 最高，我哋先到 region 嘅 filter 選擇 all， 然後喺其中一個 grand total 嘅數據上 click 右鍵，就會揾到 sort 嘅功能，俾我哋按照大至細排列數據。我哋可以見到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同學嘅平均成績比起其他學院都要高。最後，我哋亦都可以將現有嘅 table 變成圖表。
我哋可以去 Pivot Table Analyze 下面揾到 Pivot Chart，嗰度有唔同嘅圖表俾我哋去展示現有嘅數據。例如我哋揀 Bar Chart，Excel 就會按照 Pivot Table 生成一個對應嘅 Bar Chart。喺呢個 Bar Chart 上面，我哋亦都可以過濾同選擇希望顯示嘅資料。例如我哋選擇只顯示女同學嘅資料，上面嘅 Pivot Table 亦都會一同改變。以上就係 Pivot Table 嘅基本功能，但係如果大家想用一個快啲嘅方法去生成一個 table，Excel 有2條 formulas 都可以簡單做到呢一個效果，分別係 Group By 同埋 Pivot By。如果想以 Faculty School 進行分類去計算同學嘅平均 CGPA， 我哋可以用 Group By 功能。我哋喺空白位置輸入等於 Group By 開括號。見到有3個 parameters， 第一個係 Fields， 我哋框選 Faculty School 嘅數據，逗號，之後係 Values， 框選 CGPA 嘅數據，再逗號，最後係 Function， 今次選擇 Average， 然後撳 Tab 再撳 Enter 完成公式輸入，表格就會被產生出嚟。如果我哋想同時用2個分類維度，例如 Faculty School 再加 Gender 計算平均 CGPA， 就要用 Pivot By。呢一條 formula 同 Group By 嘅主要分別係 Pivot By 可以橫向同埋縱向雙向分類，生成交叉表，同剛才一樣係一個空白嘅儲存格輸入。等於 Pivot By 就可以見到呢一條公式比起 Group By 多出一個 Field Parameter。第一個 parameter 係 Row Fields 行分類，我哋框選 Faculty School 嘅數據，逗號。第二個 parameter 係 Column Fields 列分類，框選 Gender 嘅數據，逗號。之後同樣框選 CGPA 數據作為 Values 嘅 parameter。再逗號，然後選擇返 Average， 撳 Tab 再撳 Enter， 就可以簡單建立一個雙向分類嘅 Pivot Table 出嚟。今次介紹去到呢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